在新的一年里，我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诸事平安，诸事吉祥，一切顺利，吉祥如意。我们到新年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穿着新的衣服，戴着新帽，邀请亲朋好友共聚一堂，欢欢喜喜的过新年。大家会见面的时候说吉祥如意。其实这些外表的穿新的衣服，戴新的帽子，将这些祝福吉祥如意的祝福词，这些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吉祥和快乐，这些全部都是只是习俗而已。如果我们真正新的一年里需要吉祥，或者说需要快乐的话，那我们应该要改善自己的思想，改善自己的行为，改善自己的习惯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应该要减少我们的贪心、嗔心、痴心、嫉妒心、傲慢心、分别心，转变为好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切的这些痛苦都是恶心所造的，所以如果我们从新的一年里开始，如果需要真正快乐的，或者说真正需要吉祥的话，那我们应该要帮助众生，我们应该要做好事。如果这样做到的话呢，那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一定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和真正的吉祥。